命运已做出了他的选择，现阵之至。哎呦，蒙切！哎呦，蒙切！用苗族话叫老公，是不是叫你宝芝？这样的咪多，你敢带回家吗？高校找到了冷咕噜那样找努力，如今莫来得了我和人路铁路里，公们操。喂，做我女朋友好不好？我开玩笑的，不过你可以当真。OK。